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张伟民。咱看到底是要互中天新闻回换照，也是无爱回换照？咱看到昨后是伫 NCC 进行着这个听证会吼，咱们看到讲吼 NCC 针对着吼，咱讲中天新闻有提出着8大的这个质疑啦吼，包含着啥物咧？这个内部管控机制吼，也是讲这个英文无遐尔良善啦吼，也是讲改正这个事项真正有较慢等等吼。另外嘛，针对着吼，咱讲换照，佮有这个国家安全上的这个疑虑。 也是讲产业整体这发展公共秩序也好啦吼，也是讲观众即个权益新闻专业自主劳动权益，什么款的这个情形，什么款的这个影响，拢有做出一寡这个质疑伫吼。咱帮你讲吼，过去2014年有做咧所谓的咱讲的这个付款吼，都是当阵吼要互因换照，是无爱互因换照，到尾也是。 有条件互因换照，但是有一个付款，就是讲吼，你爱成立一个这个吼做独立的这个新责任的这个制度，但是吼，伊当阵甲吼2019年吼尾手，咱看到半年后吼，再过来完成吼2019年的这个7月就开始来设立这个部分。那么讲吼，接照审查期间吼去用罚21摆吼判1000万，但是咱嘛看到讲中天新闻嘛做一寡这个赔会，伊讲啥来？伊讲吼，这21摆吼，敢若有5个是确定的，其他吼安尼整。 个来看，伊才罚这个100多万是确定的部分啦吼，所以有人讲吼，是安怎罚这济，伊嘛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新闻台之管，但是这个中天新闻因昨嘛做一寡这个赔回，那么看到吼，针对这个换照，咱中天看到错档的是深心来出席吼，咱个有看到像。 中天的代理人是彭律师啦吼，伊嘛提出着9项理由来反驳，包含着啥物 ？NCC 问着讲，中天是毋是针对着前一摆换照，咱头拄讲的这个付款到底有执行啊无？尤其吼，咱讲这个审查人制度啦吼，这个彭博勋吼，伊嘛认为讲，当时哦，这个要求讲半年来你都要设立这个独立审查人，一直到这个2017年有3年这个兵干内底，咱拢看到讲 NCC 说拢无讲，尾手2019年这个罚50万吼。 伊讲这项处分绝对是违法的这个处分。另外，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错档啊，伊是讲哦，伊来遮是安怎，要来接受思想，也是讲政治的这个审查伫咧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中天新闻的总监督吼梁天下，伊讲吼，中天是头一个设有这个独立审查人的这个新闻台。 关于什这个一寡标准也好，效能也好，伊安怎叫咧试验当中吼。搁一摆，咱嘛来看到讲，这个错档伊的这个理念，昨嘛去互问到，到底国家安全啊是讲吼真正会损动到台湾利益无？伊讲无，我就是真爱台湾。伊安怎想，拢是想要互这个台湾人日子过较好啦吼。这摆出席要怎？要希望为着这个中天新闻人尊严甲生存权益，要甲战到底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听证会暂时无做出任何决议，但是嘛有人讲，哇，这场听证会就是一场公审，到底是毋是公审？今日咱做回来讨论。现在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副教授江雅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教授你好。第二位咱邀请到这个中国国民党发言人吴文琪，文兄你好。 阿斌好，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资深媒体人蔡玉珍。阿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咱讲到中天新闻台这个6档这个牌哦，已经伫要这个12月11来到期，但是咱嘛看讲吼，这个新闻差甲遮尔加紧，尤其中天新闻吼，因差不多是这个吼，每点钟拢有报道牵涉到家己的新闻啦吼。但是嘛有人讲到，为什么因这回是拍到这个新闻自由这场大旗吼，也飞来飞去啦吼，到底有适当啊无啦吼？尤其咱讲吼，这是卫星广播电视法。 早都有规范的，6年爱换一摆，要换互伊，无爱换互伊，吼，唔是要关还是无爱关，这么简单的这问题，先做来看。好，谢谢啊！加油！讲要捍衛新聞自由，中天大股東新王投資當做蔡英明出現 NCC 聽證會現場，民眾也大聲喊加油。中天新聞台就照，將於今年12月11到期，就因為這個病毒換照案關係國安產業發展、新聞專業自主等事項，所以 NCC 調開聽證會也成為成立以來頭一擺調開嘅媒體換照聽證會。如果扣除跟政治性有關的一個部分，其實三立電視台有9件。 裁罚次數21件，這邊的一個
背后代表的意义，绝对不能说中天新闻的新闻品质比较差，不是选择性的执法，就是因为它都是所有民众检举而来的。听证会开始，当天由律师陈述意见，说明公司监视营运不善，才发伤济定期题。根据案情摘要来看，当天伫执照有效期限，受罚之处分有21件，获处金额1073万。也不过律师也指出，25件裁罚，目前只有5件确定，赠送中的案件不应该成为执照准办的依据。这位来自法学、团保、民间团体鉴定人也轮流发表看法。对于换照来说的话，应该是基于在这个资源上的善用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持续的审查，原则上不是一个一旦给予就永久持续的情况。违规裁罚的案件显然过多，自律内控的机制显然失能，营运显然有不善的情势，它无法确保落实节目制作流程的自律。伫早起听证会完全无发言的蔡英文，下到答询时间，先讲出经营理念是正道理性、真爱台湾，也讲一年只去当天2-3摆，感召后真有下一落期。唔是讲拢听我的，你是讲报纸的人较好听。袂啦袂啦，新闻人较好，那么容易管。啊，你会希望讲电视台替你？啊，你唔好甲我涉入圈套嘛，讲叫我来讲我是叫因安尼做，我都无叫因安尼做嘛。答询结束了后，蔡英文佮再次发言，讲家己是真心为台湾好，结果却去红不着。冬天要关啊！你有没有发觉没有其他电视台报诶？今天才有报嘞。爱台湾呢，都要和台湾人日子过好，像那种假讲的啦。日来听证会主要是听各方的发言，后手也佫会召开委员会讨论。上晚将伫当天执照到期的12月11之前，决期监视的撤照。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咱咧讲吼，这个新闻自由到底有自由也无自由吼，还是讲言论自由到底安怎来去使用吼？其实咱讲的吼，伫咧换照这个部分，咱看到中天新闻用甲真济啦吼，但是这敢有安尼合理吼？咱嘛看到讲，因用到这个帮律师啦吼，因这个中天的这个代理人引用了啥？这个林主仪大法官的这个部分哦，伊的这个伊讲伊写的这个册啦吼，叫做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但是真简单的吼，就甲伊讲吼，哇，真正我若是政府一换照，还是无爱换照，互伊就是牵涉就讲哇，媒体干涉这个政府干涉到这个媒体啦吼，所以咱嘛要请教伊咧这个法律头顶吼研究真济这个江教授啦吼，咱看讲吼言论自由和这个新闻自由其实这个界线真清楚，但是咱嘛讲吼，这回唔是干那言论自由，也是新闻自由的代志，咱讲吼真正媒体、政府啊，其实佫有资本家，尤其伫咧这个公司内底，资本的影响力嘛是有够大的。是，咱其实学者提到这新闻的自由，大家拢会讲新闻哦是一个民主国家的第4权。哦，咱有行政，咱有立法，啊，佫有司法。啊，新闻呢，伊对一个民主国家，伊其实是最重要的基础啦。哦，但是咱即马讲到新闻的自由呢，咱较早是讲惊讲新闻自由去互国家管去，去互国家提去。啊，咱观众朋友可能佫有印象。几十年前戒严的时阵，咱刚会使看电视台，刚3台尔。但是新闻自由、民主化之后呢，咱即摆会使看到电视台加做侪台的，但是伊的品质安怎？哦，自由的条件应该是责任，自由的条件你应该是爱家己会晓管理。所以咱会看到讲，世界逐一个民主的国家，伊对电视台的申请。伊对电视台的换照，拢有足严格的管理的规定，所以即摆呢，其实是对中天的即个电视台，伊即摆要换照，咱依据即个法律的规定去看有合乎即个条件无。若无，咱即马就是爱看讲伊会使换照有合乎即个法律的规定无？其实这甲新闻自由、甲言论的自由，我感觉这关系哦，其实是讲了伤远啦哦。因为即马咱就是看法律的规定是安怎，咱就照法律的规定来行。是法律的这个规定到底是啥物吼？但是咱嘛顶回有讲过，这个卫生国防电视法第18条第2项就是讲吼，过去这个违规的这个情势真济，啊，咱嘛看到讲吼，昨嘛是针对着这个情势这个部分。
分来去做一寡 NCC 吼一寡质疑啦吼。那么看到讲中天派出这个律师吼，真正嘛是有所准备来的啦吼。那么看到讲吼，伊一项一项背回，但是到底有理也无理吼，咱继续来去看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第一条21件，敢若有5项吼是这个违规财会确定吼，其他也咧诉讼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伊嘛佫搬出着这个吼，咱讲行政诉讼的这个定数这个部分啦吼，到底是毋是换照衡量的这个因素？啊，过去咱嘛有看到一寡案例吼，伊嘛搬出这个东森新闻吼 S 台这个部分吼，买手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吼是判因吼，这个会当去申请这个国赔吼，买手再佫判讲啊，这个国家毋免赔啦吼，是毋是有这款疑虑吼？嘛是过去有人咧讨论的吼。另外就是卫星广播电视法吼，嘛是特别去强调讲事实查证的这个部分吼，啊嘛规范着这个政论节目无应该来适用吼，这是咱看到彭律师伊在这个回应吼，讲 NCC 袂当改扩大来解说，亲像咱这个台湾新港界这个节目啊，尤其是这个咱讲的伫咧现主持咧讲的这个节目，还是讲这个来宾诶这个言论到底是毋是会当放伫咧这个部分吼，伊嘛是改吼，这个咱讲彭律师伊嘛改讲吼，这是无应当适用伫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的吼。但是咱嘛看到讲2014年吼，咧换照的时阵，半年来都在设立咱讲的这个独立审查人吼，咱嘛看到讲伊伫2019年7月初开始设立。人是邀请来像，咱讲是有世新大学这个副校长啦吼，伊做陈清和啦吼，所以因嘛讲吼啊，中天新闻伫咧2019年7月初你甲我发了后，我就开始设立吧，是安尼你讲我无咧，所以伊讲这毋是换照一个风波之一啦吼。继续咱请教文基兄啦吼，先针对着咱讲吼中天新闻台这个委任律师吼，彭律师，伊其实嘛是真有准备来去做一寡这个听证会这个部分吼，但是有当时咱回过头去看伊的这个言论的时阵。嘛是有一寡吼爱减放大来去甲看这个所在哦。我是安尼看啦吼，我是希望讲咱咧讨论这，咱就讲希望讲台湾愈来愈好嘛吼，所以我讲读册莫读去卡只偏去吼，咱看迄个册，到底伊的要甲咱讲的，讲希望咱安怎做，我感觉大家爱去想。第一点就是讲，我爱讲吼，为什么这件代志？我希望讲今仔日譬如讲今仔所有的来宾拢伫遮，咱咧替历史爱负责任，咱今仔讲的话，今仔公司拢有一个记录。所以我爱讲，为什么这件代志？我一开始讲，为啥连淡水边，为什么伊拢会跳出来讲话？大家去想看嘛。第一，你头讲用咱林子怡老师迄个大法官，其实我感觉头咱爱讲的是讲郑南榕。伊真正100%的这个言论自由，到底伊希望的，这大家爱先去想过来。我感觉大家爱先去想看卖，到底咱台湾要未来要行去倒一个方向？郑南榕伊的理想到底是啥物？过来，咱来看方律师，你讲彭律师伊讲的到底有道理无？我甲你大家报告，我就讲常常咱讲受伊的讲话，数据证据会讲话。你看伊讲的，坦白讲，你若是讲伊即马讲的讲21件内底刚有5件。内底政治的一个案件内底有14件，我甲大家报告，是蔡总统甲咱大家讲的，伫伊的任期内，吼无任何人爱为着伊的思想，遐什物伊的想法爱负责任。既然有14件，大家袂感觉足奇怪？三立伫同时期哦，即马你看统计的数据哦，你若讲中天即马有5件。三立是有9件哦，你若讲真正要用同款的标准，你看到讲年代，迄当时咱看到钱柜 KTV 大火死6个迄件代志，年代安怎报新闻？三立迄当时你看讲哦，中天的这电视台讲哇，韩国有安怎有一个什物魂，哇，咱像会飞哦，神迄什物神龙安怎？你看三立是报什物魂？到底咱台湾人到底为什么要安尼双重标准？我是讲希望大家好好去想，今仔咱讲的，你看美国即马川普，咱定下讲福斯跟CNN，为啥川普上讨厌 CNN？ 但是伊从来无人讲伊要关电视台哦。所以我今仔讲，你今仔日蔡政府你真正要安怎做？无要紧啊，反正你有全面过半、全面执政啊，你讲你上大，你就用同款的标准。是，但是咱嘛讲到这个 NCC 的集权吼，咱讲伊是本质是独立的这个机关。咱讲吼，有人甲伊讲吼啊，这就是这个蔡政府的打手也好，当手也好啊，这嘛是有一派这个人的讲法。但是咱要搁一再强调 ，NCC 伊本地就要执行着伊这个换照6年一摆。但是 NCC 即阵拢也未讲着，到底要换互你过，还是无爱换互你过？中天新闻台伫遮就先甲你背回讲。中天一定关，但是咱真正是，我小可补一下所以你看伊讲的吼，你若今仔看彭律师的第2条吼，政论节目，
你若今仔要照这种标准，我甲大家报告，王定宇，我今仔就点名，伊迄个作为迄个什么柯南侦探，伊讲的话，偌济拢是假，上尾拢无法度证实。你是讲伊伫网络头顶讲？对，无，伊伫电视台，伊伫电视台。你今仔看第3点，就是迄个独立审查人。我今仔讲，你 NCC 你莫怪大家袂相信你，我甲大家请教，这嘛是今年的代志。为什么苏贞昌甲 NCC 的台塑科，迄是委员会的共识决，大家正人的地位通过哦？到尾苏贞昌讲，袂使，因为正国会安怎拄安怎。所以你 NCC 你家己就徛袂。就无法度徛好稳啊！怪你看，那是今仔 NCC 今仔讲好，伊一个2014年都有规定，即个讲所谓的独立监察人，我甲大家报告。意思讲，这3档你 NCC 你根本就是渎职，你无好啊做嘛？你若感觉讲这点最重要的，绝对是爱审查。到尾你即是2015、2016、2017。拜托，你是咧困扰，所以 NCC 今仔讲的这话，我讲希望大家，无要紧，咱台湾呐是希望讲咱会使民主，会使多元。这个多元的意思是讲，市场让我们老百姓自己去决定，遥控器伫咱的手头。你 NCC 你免管遮济，你家己的代志就处理了无好啊。安尼那么过来这边就这个 NCC 了哈，所以这个 NCC 应该会掉不？其实吼 ，NCC 要审查这件代志吼，真正非常的两难呐，两难就是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开始就有人先放声嘛，吼。是啊。你看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伊就先讲吼，中天关定了，敢若像吼，即马。敢若你著大家话讲吼拜登赢定了，这都是也唔知的代志，你著随讲吼，敢若想讲哇，我足敖的，其实嘛唔是，这都是标准的带风向，所以咱要看这件代志是讲，这个电视台是唔是咱像大多教授讲的，就是依法爱来审查，电视台唔是袂使关，伊若做唔到代志，伊若违反着违反着这个卫星广播法，就一定都爱处罚。过去包括东森吼，包括足侪电视台嘛捌关过。这个关的原因就是拢无共款，有诶讲你做假新闻吼，有诶讲你内面这个有啥物物件唔对，违反着这个卫星广播法。所以咱就实际来看讲，你中天这边要换执照。是不是独立审查这个委员会，这是不是介重要？是讲你 NCC， 你若100公司年工作重要，你想那会甲我拖3年对？但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到底是啥的唔对？是不是别个电视台拢有安尼做，需要安尼做？因为中天本身中天也本身的这个。比例参别人无共款，所以咱来看讲，实际上伊是毋是违反着这个卫星广播法？如果这个电视台是咧替中国咱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伫台湾咧宣传，那这个电台违反着危害着咱的国家的安全，咱即马嘛有反渗透法，嘛有做这法通去用啊。而且就是讲，这个电视台是毋是做这假新闻？咧选举的时阵。包括讲咱中南部做者什么水果偏去对做者其实你 NCC 是毋是咧调查伊即个假新闻的时阵，你是毋是做了有够彻底吼？是毋是别台若有做假新闻，是讲像大多文琪兄讲的，讲即个钱柜大火。头家就是年代的当事长，就是练台生，是毋是你家己就唔敢报？其实，若像这件代志伫中天，原来时常发生，包括过去伊要买这个中嘉你好大我好怕迄个时阵。其实迄个时阵吼，伊看到另外一个敌人叫做富邦，伊的节目内面逐工都拍富邦啊，迄叫做照三顿拍，等于讲将这个媒体这个物件当做伊个人的工具。我要做生意，我要将我的媒体的版图更加用较大的这个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有影。足侪电视台的头家拢安尼用，若毋是安尼吼，我嘛袂足侪电视台的头家互我批评着。就开始甲你封杀，对，所以吼，你若批评讲，你看练台生家己钱柜大火，家己唔敢报，这才是足落差的，伊就无欢喜嘛，所以咱媒体敢爱做头家欢喜的代志，一定袂使，因为媒体是公器是公共的，所以咱就要来看讲，包括。伊所有的新闻的比例，是安那中天、
大家讲伊是寒天，因为韩国瑜咧选举的时阵，对高雄市长到选总统的时阵，现在大家算起来讲，哇，迄差不多90%，就是89%以上的这个新闻的比例。为什么会变做安尼？伊是毋是咧替某一个人，替某一个政体，咱的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咧特别咧宣传？你看做者包括国际新闻哦，有一天我喊你看啦，因为大多文琪兄讲。遥控器伫你的手底，要看唔看随在你嘛。我有一天甲看蓬佩奥去北约去开会，是毋是看到参北约4个国家伫遐咧开会对无？别个电视台拢好好报，敢若这台甲你报啥？你敢知？但是这几个国家拢无同意蓬佩奥的讲法，就甲你加一句，这叫做送的意见，这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爱的内容。这么啊明显的代志，所以咱来看讲，实际上伊咧做这个新闻的时阵，是毋是有按照这个媒体是一个公共的这个平台，是毋是真正你是善用言论自由？这敢若像讲外口嘛做老咧啦，外口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啊，对无？白人啊，多侪人嘛想讲台湾都这么啊民主，这么啊自由，这种的政党会使互伊当遮存在？同款嘛，这种的电视台。个互伊存在。言论自由，咱真正是台湾真正实行甲真彻底啦吼。但是咱要讲到吼，咱咧讲言论自由也是新闻自由的时阵，千万唔通袂记哈。咱阁有一个吼媒体人本地这个专业或者是查证吼。若是讲查证做甲无遐尔透漏，会引发到什么问题？还是讲吼你根本就是利用这个无查证的物件去讲你想要讲的代志，会引发到什么款的效果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关于这个特定这个人物的这个报道也好啦吼。咱看到咱这个 NCC 的这个委员嘛，特别来问吼，报道吼，伊吼可能这个韩国瑜伊穿袜啊，还是讲穿什么物件吼，还是讲吼伊安怎去做什么款的代志，根本就是无符合公共利益的部分，伊嘛吼该算作是符合公共利益啦吼。伊讲吼该有查证，拢有查到够吼，每个新闻相信拢是真的，中天无要做假新闻吼，相信这嘛是因所本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要讲的，是毋是报道这个部分吼，有较吼？真正是特定人物，头拄仔在文件遐嘛讲到，若是讲吼，这个其他这个较亲历的这个电视台，因若是共款的这个问题，共款伫咧换照6年一档的时阵，6年一摆的时阵，因嘛是爱共款面对着这个风波，所以咱讲的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应该是吼每一间公司、每一间电视台，伊所爱拄到的，毋是干中天干那有的尔啦吼。另外，咱们看讲这个这个。当事林碧川啊，伊讲吼，中天人事无需要经过旺中集团的这个同意啦吼，咱嘛讲吼，有人也是讲 NCC 咧，反正讲吼，差不多75%以上吼，这个股权的这个集中吼，会影响到因这个人事，但是咱昨嘛看到这个蔡党，伊背后讲绝对无可能，伊一年嘛才去2摆这个中天电视啦吼。继续咱要请教教授啦吼，咱咧看到有当时也是讲到公共利益也好啦吼，也是讲媒体吼想要做互观众看，观众伊嘛是爱有因的口碑啊，所以我饲因一寡这个物件。另外吼，就是讲这个针对着讲人事这个问题。针对股权集中啦吼，尤其中天电视，伊嘛讲吼，即摆咱看到是要互中天电视，毋是要看讲蔡党的到底是甲中国偌好拄偌好啦吼。继续咱请教教授。其实我是感觉，即下大家咧讨论这电视台换照的代志，因为讲到讲言论的自由甲新闻的自由，我是感觉讲这重点吼，感觉。都歪去哦，然后，因为太多来宾嘛有讲到讲，你新闻媒体，你一个电视台，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你今仔要讲虾米话，其实无人会管啊。但是你用一个电视台来讲你想要讲的话，这国家就一定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法律的标准来管。这大民主的国家拢是安尼。所以咱看到讲，几当前这个电视台伊咧换照的时阵，其实 NCC 伊就开会，内底就学者专家因的审查的结果，就是感觉讲，这间新闻台的新闻的品质，还有新闻制作的过程有一寡问题。所以几当前伊会决定才会讲，你即摆要有一个独立的审查人，你即摆内部要有家己管理的机制。是。所以伊即几档做了安怎？即摆6档到咯，
搁爱另外一轮，大家搁开始看你做的结果是好还是唔好，这是一个法律规定的定数嘛。啊，所以咱今仔就是按照头拄仔主持人讲，咱即马维持公布电视法，伊内底都有规定27条。你电视台你咧做新闻的时阵，你爱事实查证，这是做新闻的基础的动作嘛。啊，你若是无合乎这个标准。啊，主管机关 NCC 伊就会使处罚。是。啊，若处罚你搁无改，伊就会使用别项的处罚，比如讲，啊，搁罚了搁较济咧，啊是讲即摆外教的时阵，伊会看你表现安怎。OK。啊，所以咱大家今仔日其实唔免讲一寡有诶无诶，咱就看法律安怎规定，啊，法律安怎审查，啊。学者专家按照这审查的定数的规定来行，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行就好。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昨这个公听会还是讲听证会啦吼，应该是听证会啦吼。咱看到的，咱讲鉴定人吼有7个人吼，啊，这个部分嘛引发到这个集期吼，这个中天电视家吼，伊是讲吼，哇，这7个人过去是这个保密甲吼，真正拢家吼。咱个封锁消息起来，啊，昨才头一摆看到这7名这个委员吼，啊，某人讲吼，因这7名委员拢是较亲密的吼，所以这个政府手佮侵入去这个咱讲 NCC 内底吼，鉴定这部分无标准啦吼，啊，因咧这个部分安怎？咱来一条一条看，比如讲吼，中研院的法律所这个研究员廖福德啦吼，伊讲吼，中天新闻妨开发吼。这个部分差不多拢是卫星广播电视法第27条所规范这个类型吼。头拄咱嘛讲到有查证啊，无查证吼。但是咱来看到讲另外这个部分，单纯校这个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这个教授，伊讲吼中天新闻论坛节目需要才滚动式的这个查证。伊咧讲啥？就是过去吼有这个文旦这个事件吼，200万栋啊，甲200万斤吼。咱尾啊嘛看到讲吼啊，这个部分因有去做一寡这个滚动式的这个调整啦吼，但是伊嘛讲吼，应该事先来查证了后再去报道啦吼，唔是先报道了后再去查证。另外，这个单惠荣老师吼，伊像讲中天新闻敢若出相共款的吼，出现相像的这个申诉啦吼，无法度改善讲一再搁再发生的这个申诉的这个状况。另外咧，林月卿伊是讲啥？中天新闻时常报道咱讲中国的这个事务啦吼，啊真少咧报道这个中国压迫人权的这个议题。另外咧，这个台湾人权促进会这个副会长辛碧荣伊讲啥？这个高一个频道吼，传达高一个这个观点吼，无符合着咱讲言论市场的这个自由法吼。啊，伊讲中天新闻台是唯一无报道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新闻台。另外，咱嘛看到讲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郭文忠伊讲哦，中天电视75%的这个股权哦，这个股权伤过集中啦，所以影响着什么大股东的这个部分吼，是正影响到咱讲新闻部内部的这个控制啦吼。另外，东吴大学这个会计系这个副教授郭庆峰吼，伊是讲吼，对6当前换照的这个承诺，中天新闻15当才落实啦吼，有企业信用的这个疑虑，继续先请教文基兄啦吼，真正因讲的。我甲大家报告啦吼，学者的声音听就好啊啦吼。我感觉这个吼，咱讲白雪公主有7矮人吼，7个小矮人吼，人可以做好代志吼。我感觉因今来讲的这话，拢会做做历史的陈塘正讲，这拢因讲的话。我过来爱讲，我就讲，咱讲咧讨论这件代志，我讲上重要一个，你要用共款的标准。所以他玉珍姐讲啊，讲奇怪，北台嘛安尼做啊，三立嘛安尼做，三立他咱看到讲迄个海派有无？咱即民进党一个海派，就是咱三立的。民进党安怎讲什么话？所以我讲民主的毛病要用更较民主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咱问过 NCC 会掉无？我感觉会 NCC 呐，甲即摆安尼就是讲无好啊做代志，当然爱废掉。他老师讲了真好啊，一切拢爱按照法律。我甲大家简单的报告，今仔为啥鉴定人会出代志？我甲大家报告，你今仔要调查我，上无阿敏。你爱甲我讨论一下吧。你讲我讲你安怎？你听我意见一下嘛。到尾你看这个鉴定人嘛，无甲遮的人。见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讲你若是感觉家己有面皮啦、笑皮啦，你一定去人讲总统府泄密案，你是迄2个会使处理的人，你家己不管主席安怎讲，你家己嘛较见笑，就讲啊，无我先莫参加，我利益回避。你今仔若要甲我讲真正讲法律好，真好，我甲大家报告，今仔若按照 NCC 的所谓的组织法跟他们的换照条例，刚有这个所谓的鉴定人，无按照法律有应该你的咨询委员。
照理讲，就爱决定讲要互中天会使换照不换照。咱嘛讲到，到尾你叫第这个一哦 NCC 要换照，对，伊刚是听证会一个定数啦，定数上涨的这个安排，可能嘛无互因对话这个部分是。因无对话啊，所以我讲原本 NCC 照理讲，伊家己若是。就耳奉而入，吼，民脂民膏。你家己就爱有叫嚣，你家己就爱有本事，会使去决定讲中天到底有问题啊，无问题。到尾伊个即摆个叫别个学者来背书，啊，这学者我甲大家报告，你免伤心大，因迄种你看迄一朝一野，这无啥。今仔咱讲法律。这几点我甲大家报告 ，NCC 组织法第1条，大家去看，上面叫你义工要争取言论自由，宪法第11条，还有大法官的364，今仔咱要讲，你今仔讲好对中天你真正有意见，对于他行政程序法第9条有利不利的，你爱问看人嘛。所以我讲，咱今仔咧看这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今仔中天，你讲这学者讲的话，我甲伊讲，哇，即马吼，这迄当为了这什么频谱，甲大家报告，你若了解的话，即马是什么时代？较早是因为讲啊，3台的时阵吼，迄无线电波的干扰哦，你看嘛，即马你看欧盟他们怎么样？原则是续发，所以例外终止。这个 NCC 的这个部分，可能一款上也是讲伊这个所管的这个范围爱改。要改应该是这个法律的这个赞助啦吼，这个维持广播电视法可能无适合用啊，还是讲吼伊这个换照的这个部分，真正无安尼落当换一改。过去咱讲无线电视台有这个频谱资源较珍贵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维持广播电视法嘛是共款吼。虽然咱讲这个有3个法来去管无线电视，还是讲维持广播电视，还是有线电视法这3个这个法律，敢伫遮吼爱做一个大改变，可能是买手大家来讨论的这个部分吼。但是伫这个部分也未改变进程，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爱安怎把拍破吗？咱讲过去吼，亲像这个中天电视2014年咱嘛讲到，迄当阵这个审查的时阵，这个委员会已经无同意伊来换照，尾啊是咱讲吼，就有条件来换照哈，所以咱嘛讲到真正这个游戏规则。哦，这准备要怎改吗？咱搁继续请有。其实吼，NCC 的这个公信力吼，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大家拢真正吼对做有意见的啦吼。这敢若像吼，咱大法官做出来的这个解说，咱是毋是相信讲，大法官安尼讲，虽然足侪人讲，听起来敢若无啥对，但是你是毋是会当信任？吼，信任大法官所做的裁定，啊，包括公平委员会咧做这的这个决议的时阵，这就是叫做啥？这就叫做最终就上尾啊，这个决议嘛。所以你 NCC 要做这个代志，我相信过去大家对这个 NCC 吼，足侪人讲伊张 CC 啦，吼，啊，这个张 CC 是因为不管你哪个。还是绿的，你咧做这个决定的时阵吼，拢有敢若讲偏你家己的政党，吼，所以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咱看到讲这边为什么讲6年要换这个中天的执照的时阵，遮尔啊乱，就是因为6年前是谁执政，是马英九执政的时阵，其实中天搁较早，搁包括。另外一个电视台就是 TVBS 吼，是安那 TVBS 即马换头家，本来毋是香港的邵逸夫，是安那会搁变做即马的即个王雪红咧做头家。其实王雪红是安那，我要讲的是讲，咱来对即个源头，即个源头甲上有是毋是言论自由，还是伤害着国家的主权？因为包括 TVBS 当年伊是安那有在调摕到这个叫做权利。因为伊参江泽民家族、江德民因兜合作，江德民像我相信大家嘛知吼，所以伊参江志成，个江绵恒因爸仔囝合作了，结果去香港的 TVB， 因为香港的 TVB 对台湾的这个 TVBS 有100%的这个掌握权，所以伊因为参港价合作。所以出钱伫咧香港买 TVB 的股权，才变成台湾的头家。所以大家看到讲，哇，安尼这款的这个台湾的企业家，明明都已经参阿强啊、北甲做伙啊，是安那伫咧马英九的时代，到即马会当去延续到即马，继续去存在。中天嘛是同款的道理啊。足侪人讲，蔡衍明蔡党的讲，伊一年才去中天几遍，但是咱嘛。看到足侪媒体所调查出来，就是讲你蔡旺旺的企业伫中国，你摕阿强的这个钱的补助几百亿，你摕伊的钱几百亿，足侪人讲是安那，大家认为伊是红媒，大家认为伊是中资。伊讲伊毋是哦。伊讲伊毋是，但是
有查到伊的补助，有查到这个金额。伊安讲，伊讲吼，中国这个旺旺控股公司吼，子公司接受中国当地地方政府的投资奖励，完全合法吼。任何一间大陆投资的公司，无论是台商还是外资，拢是按这些部分，伊讲是陆委会说明好清楚。但是伊讲吼，这钱伫大陆使用尔，无转来台湾啦。钱佫有分讲吼，我伫大陆干那会当用，我伫台湾袂当用。钱咧换来换去的时阵，敢有讲限制讲这个都指定专用。其实这拢是啥个钱？这敢若像讲伊的股权占75%，这拢是错档的钱。所以阿强啊，补助这个旺旺这个对台湾掌握到遮尔啊侪媒体，遮尔啊侪这个资源，所以大家对伊啥那。去年的623的时阵，有10万人徛出来。为什么？包括黄国昌立委迄个时阵，包括馆长，啥大家徛出来，讲你是安慰，你就是咧替阿强啊宣传。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包括中天这个执照，是毋是违反着公报这个卫星公报法？大家爱看讲你所做的代志，是毋是咧替阿强啊咧宣传？是毋是影响到台湾的主权？你所做的节目，包括你的连续剧、你的综合台、你遮的新闻，包括中国大陆的遮的媒体来遮做一寡违法的代志哦。像那前一站有一寡记者叫人赶转去，对无？迄是长期你参中国遮的媒体咧合作。是。这款的代志，台湾可有在调讲，相对的评定讲，哦，啊，咱台湾电视台去中国买当安尼，连什么总统、立法院什么拢甲你改掉，对无？所以这就是咱即马这个时间啊，包括反渗透法，包括这个时机台湾所拄到的，大概。即马爱顾着国家的安全，所以除了卫星公报法以外，是毋是会包括顾虑着国家的安全，来考虑着讲这款的电视台是毋是会使佮继续互伊踮遮讲一寡危害着台湾的这个主体性的代志。OK， 咱嘛讲到啦吼，其实昨因讲吼要放这个 PPT 头顶吼，啊其实中天新闻伊嘛做真侪资料，即嘛放伫咧网络头顶吼。我先来念一寡吼，包含着这个咱讲吼因未来这个营运计划，伊讲绝对袂危害到国家安全吼。有啥物咧？有讲吼对中国大陆这个介绍比例较悬，但是这颠倒是较多元的这个观点。另外，佫有啥物？吼，讲错档的这个党署长的这个立场，也是讲言论吼，拢是属于伊家己个人的吼，无包含伫中天电视吼。因讲是这款的这个解说，但是咱嘛佫讲谈吼，这个国家安全，也是讲这个电视台这个部分，可能会佫加紧一个时间啦吼，但是咱嘛讲吼，即阵中天新闻到底要换照哦，换照互伊，都开始有人讲吼，这是政治事件吼，到底是毋是政治事件？咱先做来看。中天新闻要伫关台讨论人质，16日 NCC 举办换照审查听证会，支持中天的群众到现场加观察抗议。中天最近也陆续上传影片，表达对要关台的焦虑甲烦恼。一样的新闻报。新闻的朋友最近会不会常常跟你问到说中天要关台的事情？肯定的啊，肯定会的啊。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找寻台湾神秘，然后比较民俗的一些题材。对于党政没有太大的涉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党政的涉及好像让我们面临要关台、失去工作的状况。中天换照为什么引起这么大风波？有媒体人认为，虽然中天新闻比 NCC 在法超过1000万，按过卫星广播电视法对换照停播的裁量基准，也是无解得清楚。法条并无直接规定电视台被罚偌济钱都应该关台。NCC 也是说你被罚的太多了，劣迹斑斑，所以考虑要不要继续让你换照。可是话说难听点，就算他被罚了1亿又怎么样？因为没有一条法令说你到底罚了多少应该被撤照啊。加上中天新闻52频道，伫有线电视黄金频段，业者传出至少2间经营业者拢有意愿卡费，种种因素拢被外界看作中天新闻换照已经加做政治风波。中天换照听证讲一讲，苏贞昌是做出回应。对于中天审查的不是关不关台的问题，电视台视频有没有违法，有没有做到他涉台的本意跟条件，这个都是期限到了，要不要换照，独立机构 NCC
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卫生广播电视法规定，业者有执照的有限期限100是6年。中天整1摆换照是伫2014年，当时 NCC 通过换照，有4项附加条件。 其中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中天无伫限期内去做。回顾2005年国内有线电视第1摆换照审查，包含东森电视、S 台等7个电视台拢无过关，也引起政府控管媒体质疑。如今中天新闻换照，搁一摆考验 NCC 审查结果是毋是用说服大家？记者综合报道。 咱头讨论到吼，这个蔡党到底是毋是有接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补助也好啦吼，伊讲有啦吼，伫这个部分是伫这个大陆的这个部分来去接受啦吼，绝对和中天新闻无关系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股权集中吼，差不多7.5%这尔济吼，到底有啊无吼？可能嘛是真正爱落去检查去吼，咱袂使直接来讲，一定是有吼，咱是袂当安尼讲。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听证会内底有一寡重点要带观众朋友做来去看啦吼，咱看到。 这个蔡党伊是讲什么啊？对台湾，也是讲吼，对这个咱讲经营媒体理念到底啥？真道理性爱台湾吼，啊，甲中天的新闻到底经营有安怎款的这个影响？伊讲吼，伊一年到头啦，可能是这个咱讲过年的时阵去啦。 中原普渡各去一摆，安尼尔吼，啊讲吼，中天即阵的董事长是谁，伊嘛无解清楚啦吼。但是 NCC 伊嘛讲吼 ，YouTube 内底，你伫即个开直播的时阵，你嘛甲你讲着啦吼，讲逐个月会含主管吼来去会面一届啦吼。啊，伊讲迄毋是开会啦，迄就是干那一般上的即个沟通尔啦吼。所以NCC 佫问着讲，即个沟通新闻是虾米款的即个想法无？伊讲建议也有，虾米拢有吼，但是拢毋是听伊的啦吼。伊讲NCC 就问伊讲遮尔济委屈，会想要用这个电视台来去传达伊家己的想法无？哇，伊嘛真巧，伊就讲，哇，你 NCC 是要甲我恐吓，吼，我袂跳入你的裤仔内底啦吼。伊佫讲啥？出席听证会哦，接受外界对伊的这个思想、政治审查，真侪人咯抗议卖去啊，谁啊？伊佫要来去咧？伊是要捍卫咱讲的中天新闻人的这个专业甲尊严，然后另外中天若是要关。 煞无其他电视台咧报吼，台湾敢是一言堂吼，讲中国这个资金吼，中国旺伊已经解释真清楚，其他电视台一直报吼嘛无去用发啦吼，全台湾敢若伊受到这个侮辱是上大吼。继续，咱来请教教授啦吼，安尼来看讲吼，其实有人讲吼，伊这个部分这个。 电有的这个股权吼，75%啦吼，被影响到这个新报、内部这个控制吼。伊讲过去咱看到 NCC 嘛，甲问讲你有加入加入去因 WeChat 内底、微信内底这个群组内底吼。伊嘛真巧，伊就讲袂啦吼，伊袂甲这个伊的这想法传达互这个咱讲的这个媒体也是新闻部内底内部的这个部分吼。你安怎看咧？ 其实咱这部一开始的时阵，我有讲到讲，较早咱咧讲新闻自由这件代志，咱是担心讲国家会去管制台的言论的自由。但是即马的这个世界，你即马有钱，就会使去做一个电视台。所以咱即马搁较惊讲财团头家，因为有钱，会使用伊的电视台去讲伊想要讲的话。OK。但是这件代志，我头拄两位来宾拢有讲到讲，其实 NCC 伊的。 伊应该是用伊的专业，用伊的知识来依照法律的规定来，互咱一个最后的答案啦哦。因为回想起来，咱会使讲到讲，较早NCC 伊即马要申请一个新的电视台，伊做这个决定拢是驳回，伊有无通过迄种例子做者，但是呢，即马换照这件代志，顶一摆。 外照就是头拄仔来宾有讲讲东森新闻台，其实是就是因为这件外照的代志，当时阵呢，足侪人咧讨论，所以后来才有咱成立这个独立的机关 NCC 啦哦。这件代志其实咱就看到讲外照甲申请一个新的电视台，伊可能即马看起来标准，无一定讲要申请一个电视台。 足严的，但是你换照过去这段时间，可能 NCC 互大家感觉伊无讲足严，无讲足严格咧执行，所以我感觉即马最重要一件代志是讲 NCC 爱互大家相信讲伊的公信力。OK。所以伊爱有一致的标准，伊爱提出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应该是用伊 NCC 大家专业用证据来。 说服规个社会，但是我相信讲，在最后呢，
NCC 伊一定会做出一个互大家幸福的决定啊！哦，但即马其实大家咧想讲，一定会乖，还是一定袂乖？很多来宾嘛有讲到。学者专家的意见，其实最后这个委员会咧，伊无一定爱甲这学者专家的意见是共款，伊会使做伊家己的决定。那所以咱应该等到讲最后伊的决定出来的时阵，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所以咱嘛看到了吼，到底要换照还是无爱换照，绝对毋是要关也是无爱关安尼尔啦吼。咱讲吼要换照，其实还是无爱换照，其实拢是心在这个标准。咱这个标准都还要行完，你若知影，你一定会强关的吼。所以咱嘛讲。12月11吼是这个这场牌吼到期的这个时阵吼，咱们看到讲 NCC 换照会甲伊好决还是无爱甲伊好决吼，其实咱阁有3种可能，这是平面媒体这个报道啦吼。第一个方式就是讲吼，无爱互伊换照，这个中天会当拍行政诉讼。第二种方式是啥物？哇，咱就讲吼，亲像2014年共款，有一寡付款有条件换照互伊啦吼。第三个部分吼，咱嘛讲到吼，是这个王中集团把这个中天新闻甲伊卖出去来换到 NCC 同意换照吼，这嘛是另外一种方式，参像咱讲的 TVBS 迄当阵的这个部分吼，伊甲伊的股权、经营权吼有一寡变化，可能这嘛是一种方式吼，但是。12月11进前拢抓袂准吼，继续咱来请教文基兄啦吼。所以咱头拄讲的这个3种方式，你安怎看咧？我讲伊安怎做，反正我讲台湾人民是一个裁判嘛吼，所以我感觉咱的节目就看到苏贞昌安怎讲，我来讲，我一定举这个例子啊 ，NCC 的台塑科一定甲拍扇一个脆皮啊，伊要安怎独立机关，要安怎独立审判。苏贞昌的手就伸入去啊，所以我讲 NCC 即马伊家己爱拍拼，为个讲落来。咱大家去思考一件代志，今仔我听讲75%，按足恐怖的呢。我说即马蔡政府这几年拢困去啊，嘿，真正若75%有这件代志违反国家安全，就是伊讲迄个8大问题，我甲大家观众朋友请教一下。你今仔这件案件无应该由 NCC， 甚至外部应该国安机关就要进来，因为迄危害到咱的国家的安全，所以你大家莫去人骗唔知。今仔日讲真正安尼话，各位。你若有做生意的，你拢知，你会节税，你想看你会不会节税？你去美国，像即马威斯康星迄个所谓的红海，人会甲对方有一些优惠的条件。即个重点是讲，遐个钱有违反咱台湾的法律无？你若无这几档，也无你蔡政府到底是毋是咧困？所以我讲，这件代志若真正有影，代表咱蔡政府搁咧升价啊！啊，无这件代志无应该 NCC 过来为个讲来，大家拢讲爱守法。我就讲奇怪，咱台湾有法度主张讲台独的自由。袂使讲袂使主张讲我要甲中国合作的自由吗？今仔你若讲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今仔咱台湾国的宪法也未制定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就规定咱来通用。所以我刚刚一直讲伊是红媒，我是小蓝媒咧。所以我讲甲大家报告，莫甲迄种无限上讲道德吼，讲即摆若讲通用就加该死安怎？你今仔来依照咱讲的法律，中华民国的宪法无改变进前，真歹势。咱就好啊，依照咱中华民国的宪法，否则大家即摆来讲拢讲国家安全。我甲各位朋友，我59年厝，你若是看这较早咱讲小警总复辟，伊拢甲你讲国家安全，啥物叫做国家安全？什么叫危害国家安全？叫伊甲提一个标准出来。各位你看反渗透法、国安无法，迄13条，你若叫真正的法律人来检查，讲迄13条有问题无？写得笼笼统统、模模糊糊，我要讲你生你就生，讲你死你就死。你台湾人，咱今仔郑南榕100%言论自由，咱好不容易行到今仔这个地步啊！到尾你即摆要去行转去，讲即摆国家安全，所以我特别互你就爱乖。这是咱台湾人爱行的路吗 ？OK， 咱就讲到这个国家安全，可能唔是 NCC 所爱管吼，但是咱讲的这个新闻自由甲这个言论自由，绝对袂当甲这个换照这个部分牵涉就伙啦吼。你一定会使有你讲的话，咱嘛看到讲中天新闻这几天吼，小连续咧报道，家己牵涉到家己这个新闻，嘛是报这个比例吼无少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嘛有人咧支持讲中天新闻无应该关，嘛是一种声音，但是要关啊，唔关，搁一摆强调，唔是遐尔简单。咱看就是换照6档一摆，这个游戏规则就遐尔简单摆伫遐，你安怎无来遵守，你就一定要甲牵涉吼，这个该卫生这个。顶号啦吼，就是讲我这中天一定关吼，另外这个部分吼，咱们看讲中天要换互伊
也是不爱换吼，这个民调其实是毋是相信讲 NCC 是无受到这个政治吼力量干预的这个独立机关吼，相信立声切无相信吼，毋是即阵才无相信吼。过去政党轮替时阵，其实对大家对 NCC 的这个影响，也是讲这个机构、这个独立审判这个部分都无遐尔这个相信啊吼，因为伊的这个比例是按照啥？咱讲吼，咱讲政党伊过去伊这个比例来去做一寡委员的这个产生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要改吼，真正爱改这个 NCC 这个委员产生这个方式啦吼。本地要望伊是一个独立机关，但是即阵互拍甲是纳入的这个抽样也好，还是其他这个部分，其实咱嘛是无愿意看，尤其是管咱传播上重要一个吼电子媒体的一个部分啦吼。另外，是毋是欢喜看到讲中天新闻去用关台咧吼，就是这个53%啦吼。但是咱搁一摆强调，伊毋是要关唔关的这个问题吼。上尾咱搁来请教咱的这个玉珍姐啊吼，咱看到 NCC 头拄咱讲吼，要关啊唔关吼，还是另外一个战术的这个问题。但是吼，遮尔侪民众吼无愿意看到吼，咱讲的这个伊要去用关起来吼，嘛是一种民意啦吼。但是敢是这个民意？该白票吼，白伫这个 NCC， 互伊安尼袂当春秋，袂当做伊独立审查集权。其实吼，咱来看讲这边的换照到底是纯粹的法律的审查，吼，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卫生公布法，还是讲是毋是原来有所谓的政治审查吼？其实咱看过去做者电视台吼，是毋是拢有一寡政治性？比如讲啦吼，比如讲。这个黎智英咧做年代的时阵，伊电视，伊想让他爬袂起哩，开侪钱都爬袂起，都无法度牌啦，对，伊迄个牌都袂当起哩。是啊。啊，为什么尾啊吼，伊足痛苦的，吼，足痛苦的。迄阵大家讲，伊是毋是得失到权力上大的一个人，吼，迄个人权力比马英九比总统搁较大。所以伊就爬袂起哩了，尾啊伊就看破，将电视台卖互练台生，啊，才有即摆。年代一电视哈，所以是不是这个电视台上架下架完全拢无政治性嘞？无可能嘛。所以大家爱看这件代志，包括讲，咱咧审查讲是不是有中资，但拄啊。错当来讲，我中国地方的补助款，我绝对无摕倒来台湾做电视台啦。我问大家，我咧处理台动好啦吼，台动即间100年的公司啦，金管会咧调查讲内面有中资无？这个户头内面明明就伫香港，明明就伫新加坡，明明就是对照依法来开户。这个人是外国人啊，但是伊就是开这个账户。尾啊吼，金管会安怎查讲，哇，你内面吼有一笔钱，你内面若1亿的钱吼，你内面有500万是对中国遐来，所以你中资，所以你规个拢无效，这叫做从严审查啦吼。咱审查这中资这代志拢从严审查，包括南海控股，这件代志就是双子星的代志吼，迄柯文哲上届袂欢喜啦，伊参中央。做对头，原来像这款的情形啦。你看，像这边中天，伊讲吼，伊支持吼，讲叫这个普世价值啦。伊家己因为原来去踢到铁棒啦，为什么？包括南海控股要做台北市车头这个双子星啦。本来伊伫台北市政府审查讲，我要互南海控股，啊，大家嘛讲啊，南海控股于平台啊，一看嘛知影中资啊。这个台北市政府咧审查的时阵讲，我嘛有去问投审会啊，投审会甲我讲无啊，尾啊伊讲投审会讲伊的资金拢是新加坡拢担任啊，所以无啊。结果到中央的时阵，尾啊于平台这个南海控股讲是中资，所以撤掉你袂使做起这个双子星。所以咱看到讲吼，所以我讲这个是政治审查，大家爱看这件代志，中天换这件代志是不是？完全拢是爱依法、客观、公正。甲你讲，做这个 NCC 吼，早就去用讲脏兮兮啊啦。所以吼，伊嘛无可能100%客观公正，做甲讲吼，我绝对无政治因素啦。所以大家看到错党的这边，伊要撇清，讲我无哦，我参中国无关系哦。你看伊媒体的内容，你看除了中天以外，包括中国时报，包括工商时报，包括啥？包括逐天内面99%以上的拢是中国新闻的，中国宣传的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个旺报，所以伊才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央视台湾版，这已经大家
大家拢了解是这款的媒体啊，是无啦，伊嘛讲这是这较多元的这个丁权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多元的这个丁权，所以咱讲吼，真正伊关台还是无爱关台，还是无爱互伊换照，基本上吼，可能嘛有政治心态这个因素伫内底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比例来讲吼，民进党吼还是讲无愿意看到吼，差不多3成吼，欢喜看到差不多6成，但是这个国民党吼差不多8成8人吼是无愿意这个中天关台，台湾民众党吼嘛是差不多8成2啦，时代力量5成2。差不多一半一半啦吼，咱么看到基进者吼，嘛是讲吼，欢喜看到伊关台吼是较部分的，咱么看到讲这个趋势伫吼，但是这无代表是讲伊到底是要关还是无爱关。当然，伊可能有政治心态，但是咱嘛是讲回过头啦吼，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安怎来去规定6年一摆，无这个法，基本上就甲废掉就好啊嘛。是。所以咱即摆其实吼，就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6当一摆换照，伊其实咱即摆拢讲关台，其实毋是吼，但是电视台伊6当拢嘛爱经过这个换照的审查嘛哦，所以咱即摆就看 NCC 伊用伊的专业，伊用伊法律规定的定数来做完这个审查的规定甲定数，最后12月的时阵，咱会看到伊的决定，所以即摆咱。其实讲，伊可能会关台，伊可能会用虾米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即摆拢是越来越去啊。越来越去啦吼。咱嘛讲到吼，真正的这个审查过程也够40多天吼，真正是互 NCC 头疼这个一天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咱新闻也是也徛到这个新闻自由当然爱有，但是新闻专业咧，咱放伫咧倒位啦吼。所以咱今日讲到的是这个 NCC 吼，针对着昨个这个听证会，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讲，哇，这是一场公审啦吼 ，NCC。做甲真歹看啦吼，这个中天新闻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彭律师也好，这个代理人也好，拍甲吼真正是密密麻麻吼。但是这嘛是这个有人需要讲吼，这个新闻自由用甲真套牢，乌白用啊啦吼。所以真正回归到这个新闻专业上的这个讨论也好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民众嘛是有无愿意伊来关台，因为是代表一种声音。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这个部分，你安怎去呈现，和这个多元的声音，更较有包含的。来去呈现，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也感谢同亲好评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